汉华南海鲜市场585份环境样本当中，检测到了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。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休整整治。自2020年1月23号10点起，机场、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，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。从26号的0时起，中兴城区区域实行机动车径行管理。医护人员的住址分布在武汉3镇，上下班通行就成了问题。紫光上几期啊？一期是吧？就是我一区。他要排队买，然后排队称。蔬菜也跟抢一样的，每天去，如果你晚了就根本买不到了。口罩也省得用，酒精支教练全部没有买。白天保证社区，晚上出来接医护人员，接单的跟抢滴滴一样的，单一出来就抢。哎，你好。他不让你随便让你进出，没有通行证的话。其实上班我都不觉得累，就是上下班我找不到车很心累。我们做核酸呀，今天上午就测了135，全身都汗湿了。手套戴3层，鞋套穿2层，衣服穿3层，帽子戴3层。你们戴口罩是不是戴的耳朵也是疼的脸呐？是的，每天一取下来，脸上全是印子。你看晚上那么漂亮的灯光下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走，三三两两的车子都是志愿者。整个武汉市的出租车全部停了，除了在社区当志愿者的，因为我也报名了，可能考虑到是我因为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可能不方便。所以就一直就没有给我信息说需要我去哪里支援啊。你看这么严重，你要出去可以，那生病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你去吧，生病了我反正救不了你，好不好？老师说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出门呀？最近有很多病毒。我们都要待在家里，对不对？小国王的另一部的。哎，你是不是现在没有车进医院是吧？没有车，我有120这方面的车，他有他的电话，你要有医院的头进，我才能把车跟你联系才能给你送到医院。对，像我们是没有车的，要想出一份力，那只要在群里面发一些那个需求信息。由一个人牵头建一个群，然后把所有的爱心司机就是加在一个群里面，然后另外一个人需要帮助再拉在一个群里面，也是真的相互的连接起来，然后他们在群里发信息，他要去哪里，然后就我们看到这些信息，我们就发过去，看哪一个爱心司机在附近，就安排他。调度那个中山医院那个单子我已经接了啊，那叫陈佩的啊，电话已经联系好了啊。你是救护车司机是吧？对。我的工作牌子。你的工作牌子啊？我给你量个体温呢，等一下啊。可以，没得问题。是吧？你们也说不明白，跟我们一样的高炮。对。啊，后面给这好。继续上夜班吗？不是上夜班，一个的嘛，紧急事情。我们有几个司机，今天我是为了备班，晓不得？我必须要到位。今天。现在是不是那个周师傅接你啊？接过你的，好像早晨一早。对，接过一次。他等于是今天出不来，他车子在咱们小区这里，他门口被堵了，被那个石头堵了。那么底是可以噻？不行，都不行。我是停到外面的。哦，那难怪了。我就怕他要堵，所以我每天停到外面。是这个门吗？对，我就从这里进去。从这里进去的。好，谢谢啊。不谢啊。消毒啊，那不消不行的，就也是怕10000和11000是吧？消好一些。好。不害怕的是假的。
600个 FFP2 口罩的。对。是3000多个，我待会把信息转发给你，然后我会赶过来。这是南京大学，弄的，写上面，来拍个照，对，你给他写一下。南京大学。有什么困难再说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在3岔路口行走中间岔路。你看这个21个，这是12，240，3240。3240吧，谢谢。这边说一下。谢谢您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原来刚开始做志愿者的时候，接医护人员上下班，都到晚上11、12点钟，还有凌晨1点的，每天10几个小时以上。现在真的都不知道那几天是怎么挺过来的。就当时你感觉一点都不累，但是你躺到床上一下，好累，好舒服。这个何辉我不认识，如果说这个战友真的牺牲了，我就去祭拜他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但愿他没有这个事儿，好吧？好，希望他们都平安。这是我们的队员。哎，郎师傅，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在汶川的时候也签了一个生死协议。我们志愿者都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家人那么噻，我们相互有个保障。然后这边呢，别个有一个叫月亮的，他愿意给我们提供保险呐，么事的，还有新防护服，我才领的，大家一发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这样说啊。我对那个工作看一眼，哎呀，公婆看到我晓得，就是哎呀，看一眼。现在愿意退去。也不丢人，不丢人，这都可以理解，都可以理解。愿意签就签，想退去能够理解。谢谢了啊。我们也签了。那就这样的，我就先走了，拜拜，珍重，大家都保重，保重。我们一个志愿者，他基本上都是帮我联络所有的信息。我们也是在一个群体当中认识的，其实认识没几天。有一天有一个肾病患者给我打电话，求我送他去医院进行透析。当时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口罩。这个女孩就尽全力帮我想办法。后来熟识了之后，她才慢慢的跟我说的，头痛、胸闷、咳嗽。但是在活动的这个募集的群里面，她一直在努力的工作。我想她帮了那么多人，我一定要去帮她。我们现在已经筹到款去买防护服了，然后具体货到了，我再跟您看，最近到时候的政策啊情况。好，你完全可以对接我。丹丹她可能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不用找她，你直接找我，我可以帮你全部。而且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很担心丹丹的情况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有很多熟悉的、不熟悉的人，一个个的离开。其实我们做探险，心肠是比较硬的。但是这次真的是，大家都很沮丧，而且不知道方向，
不知道是不是黎明前的黑暗。好冷，真的是好冷。像我们先买的那些菜，都是送给别个志愿者在外面做事的，还有一些病了的家庭，我们就送给他们的。我也是免费送的。是的。我这每天帮我自己小区免费送菜。我说我把菜放一个空旷的位置，你们自己过来拿。但心里也害怕。是的，是的。但是你害怕也去做了这个事啊。但是你还是我做了这个事情，我已经3、4天没有碰我家娃了。是的。孩子天天问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跟我挨在一起呀？以前都可以呀，现在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，就不知道这段时间是多长。多长都是短。你这话说的是。坚持啊！坚持！锦湖他们工艺。今天任务多不多？今天不太多。不太多是吧？那就是好事嘛。今天任务太多。每天都下降了是好事啊。走了啊，拜拜。我一个朋友，他说江汉区那边招那个政府那边招志愿者。是啊。他报不进去，他报名没报上。没报上，太多了。做志愿者嘛，还能出一点力，谁不愿意啊？他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开车。是的呀。我昨天看新闻说中央的好像又派了2000名医护来我们武汉支援了。哎呀，现在每个城市都在派医务工作者和什么设备啊支援武汉的，物资啊也多得很。你看，我的老婆6点钟发信息，饭做好了，还不是担心，但是眼睛红红的。他说：“你是我们的全部，你要完了我们都完了。”我还笑着跟他说：“我给你涨价吧。”我儿子还不说我也想去做志愿者，我说不行，我说年龄不够。手。你可以布置作业啊？有。完成了没有呢？看没有。要放在前面那个椅子上，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在这里。睡着了。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。让汽水换成了酒杯，牛皮谁在吹？面子给不给？步步千里有目全而归。这是我的家，在这里长大，一把蒲扇听得过炎夏。天雪花花，日子火辣辣，可爱的武汉啊！这是我的家，我们守护它，故乡的土气温多骄阳。如果有一天，它也需要。我们不认识，也没有走近过，从来没有走近过。有些工作是他联系的，
不行。非常要强，但是你看现在软弱了，下楼一趟感觉像80岁的老奶奶，累趴了，喘得厉害。我刚才看见了。请注意，平常都说冒着生命危险，那都是形容词。这一次200%的、300%的、500%的，绝对不是形容词。真的是冒着生命的风险。以前没怕过啊，现在怕我们家怕他也染上了，或者说是我怎么样了，他就无依无靠了。把孩子培养大，他不是说要当医生吗？你作为医护人员也好，我们作为志愿者也好，这种事情也可能是你一生中遇到最值得干的事情。说不好听的话，这个时候能出来的话，都是将生死肚子之外的过命的兄弟。身后就是家人、朋友、乡亲，汶川我都去救助过，现在是自己的家乡，生我和养我的城市。我想总的有一束光，照亮大家前行的路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heart. Stick together, together, with a faith to carry on. We'll carry on.